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4，旧历的6月30，礼拜四。后来即摆当日德国的莱茵鲁尔咧举办的世大运，咱的跆拳道的男子团体总摕到银牌。本来应该是气氛真和乐的颁奖典礼，但是煞有2个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人员到场，冲到台湾媒体头前，要甲咱的教育部长所颁发的贺电抢走，双方怎爆发着口角的冲突？这款硬甲咱抢贺电的作为，嘛，互咱的体育署长真愤怒，讲这就是无文明的犯罪行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走开！颁奖颁到一半，好会气氛随中变款。你要抢我们东西吗？台湾选手特别欢喜翕相，敢若看到这一位穿朴实秀发的查甫人，硬走来台湾媒体头前，硬要抢走这一本部长祝贺电报。你为什么要抢我们东西啊？抢你东西，你把东西拿起来。嘴哭哭伫咧细细念，手嘛真无实形，摕手机啊直直咧甲人翕。有这一位挂目镜女性，2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人员，却走落来，佮硬要甲人杀。抢什么？违反了规定。违反哪里规定？在中华台北哪里违反规定？伫咧现场，冤家小两和边的选手听甲爱叫，这是德国莱茵鲁尔世大运踢跆拳道的查甫团体打摕到金牌。颁奖时，青帮白帮拄着中国人来遮扰乱，尤其这种粗鲁行为，伫咧这一遍世大运已经是头一摆拄着，互体育署长感觉真唔习惯来改面。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。德国是民主自由国家，颁发贺电给我们自己的选手，与喊台湾加油对我们自己选手的支持，完全不是奥会模式的范围。中国队，请勿再将奥会模式无限上纲。除了体育署长真生气，台湾代表团进前就拄过真侪摆中国人来唱声，进前就已经透过驻德国大使向德国爱心市长表达抗议，而且要求回释嘞。对方嘛回讲，社会价值本正就应该是开放、包容和和平，想要到过无偌久，当国际赛事应该来大人地盘耀武扬威，看人好就目孔赤，那民主下了，嘛失去运动家的精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